来关心国际消息，伊朗南部的城市科尔曼车上有一场纪念前将军苏莱曼尼过身4周年的活动，现场所发生爆炸2解，知影103个人死亡。若美国是讲因无涉案，嘛无证据讲是以色列做的。民众伫已经过身的将领苏莱曼尼墓地科尔曼市参加纪念游行。在统统的人潮为何东边到区700公尺的三埃帕扎曼清真寺周边，烈士王旁的爆炸声行一条叽叽叫惊吓走开。15分钟了后，发生第2摆爆炸，离王旁差不多1公里。伊朗媒体报道，这20炸弹的目标是多过第1粒炸弹的群众。صدای مهیبی واقعا اونجا شنیده شد علیرغم بسیار سخت الان مسیرها مسدود شده به سمت目前无人表示对这连环爆炸负责，这多是这所在紧张局势成员当中，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妻子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无人机攻击死亡。تردید نکنید در این جنایت و جنایت‌هایی که مرتکب شدید هزینه‌ای خواهید داد که سخت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خواهد بو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几年在伊朗对平民甲安全部队发动攻击，阿拉伯分离主义分子甲逊尼派圣战组织，比如伊斯兰国，可能会被认为涉嫌犯案。苏莱曼尼也被看作伊朗自最高领导人了后上有权势人物，不过伊指控2002年伫伊拉克和美国无人机攻击身亡。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involved in any way, and number two,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srael was involved. 科尔曼官员表示，2摆爆炸拢发生伫安检站外口。中国发现爆炸是由炸弹引起，是遥控引爆，也是自杀式攻击，要搁调查。第2摆爆炸造成死伤人数上济。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